草莓牛乳茶嘅製作教學，首先準備一啲新鮮草莓3到4粒，純牛奶200毫克，紅茶包呢就有1個，細砂糖10到15克，根據個人口味調整啦。咁呢，等粒冰塊適量製作部一樽草莓洗淨啦，去替其中2粒草莓切成小塊，另外1到2粒草莓留作裝飾。喺鍋入邊加入適量嘅清水，放入紅茶包煮至茶湯變紅，撈出茶包，加入細砂糖攪拌至溶解，倒入純牛奶，小火煮至微微沸騰，跟住關火。將切好嘅草莓細塊呢，倒入刀個杯子嗰個底入邊，用匙羹呢稍微呢壓碎出汁。倒入好煮好嘅奶茶呢，攪拌均勻，杯入邊加入冰塊，再喺剩下嘅完整草莓作裝飾就可以啦。大家記得點讚同埋關注。